第一名模林志玲受邀在大陆春晚演出，她以花中仙子姿态跳了一段水中芭蕾，获得一致赞赏。不过却有网友质疑，很多画面林志玲的身材比例都不太对劲，是由替身来完成。针对这样的说法，林志玲经纪人表示，整场表演90%的动作都是林志玲亲自上阵，唯独从高空跳入水中，因为考量安全及专业度，改由替身完成。从空中花环一跃而下跳入水中，第一名模林志玲化身水上芭蕾舞者。林志玲在水中的优美身段大获好评，没想到却有网友爆料，荧幕上看到的2次跳水都不是林志玲本人亲自演出。网友先质疑，整场表演几乎都是远拍，看不清楚林志玲的脸。接着还有人比对分析跳水前的画面，本人腿明明又直又细，在空中时比例变得不对劲。还有从水底往上游的这一幕，大腿、小腿都显得特别健壮，猜测这些镜头可能都是找替身上场。针对质疑，林志玲经纪人回应，林志玲本人几乎完成表演90%的动作，唯独从高空一跃而下，考量安全及专业度才改由替身来做。毕竟光从画面来看，跳水时必须保持身体一直线，还得精准跳入其他表演者围成的圈圈中，难度真的不低。除了经纪人帮忙澄清，也有在彩排现场的网友力挺，强调林志玲为了这场表演提前3个礼拜加强水中闭气训练。林志玲其实会跳芭蕾之外，还是个游泳高手。多年前在加拿大救过差点溺水的同学兼室友，同样是艺人的郑仲英，泳技本来就不错，而这次春晚也没高调表示，全程亲自演出，毕竟做的是节目，不是真人实境秀。